来吼，咱即摆共款要来介绍，就是讲甲骹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字吼。咱今仔第一字要来介绍叫做你，还是内吼，就是用力提起脚跟，只靠脚尖着地吼。咱譬如讲逆卡位来看哈，逆卡位来看看不到嘛哈，就是踮起脚尖来看啊，逆卡位啊，或者内卡位都可以哈。好，过来这个字叫做刀，就是拉过来揽过来。咱比如讲刀义来身躯边吼，就是把它揽过来，把它拉过来。刀义来身躯边然后就是拉近身边来哈。好，另外一个意思是扣住、留住的意思。咱比如讲，钱仔甲伊兜起来无伊会乱开甲兜起来把它扣住好，就是要把他的钱扣下来，否则他会乱花啦好，搁一个意思讲，我的月绩互公司斗5天就是我的薪水被公司扣住5天啦另外一个意思叫做。咱咧讲油炸食物之前将食物沾粉或者是沾面糊的动作，也叫做刀。咱比如讲刀粉刀粉就是沾粉的意思啦好，过来这里叫做徛，就是站立的意思。咱比如讲你徛伫遐创啥物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徛。好，过来这里叫做走，就是跑的意思比如讲。伊走无去他就是跑不见了过来另外一句讲，紧走快跑好，感谢各位。